台南的杜小粿担仔面。台南的杜小粿担仔面是真有本土味的点心，伊毋但口味有本土味，连伊的历史嘛真有本土味。原来伊的开基祖洪五头先生是光绪年间的讨海人。台南热天搞风台，迄阵袂当出海，伊就伫水仙宫就近摆担仔卖面，罔卖罔多，算是杜小粿啦。想袂到伊的面好食，肉色汤头嘛有特色，煞愈卖愈好，就规气改图卖担仔面。招牌就用杜小粿这3字。现时伊是金字招牌，海内外拢真出名。开基祖开记色担的时是1895年，也就是台湾赶互日本迄年。后来传互第2代洪再来先生，算是2代公。伊将店面刷来现时的中正路144号，到第3代洪金明先生扩大营业，将本店刷来中正路16号。现时是第4代洪秀元先生咧经营，佮伫中正路101号设鸡蛋店开工厂生产伊的肉色罐头，嘛伫台北忠孝东路、中山北路设分店，会使讲已经是现代化的传统企业咯。根据第3代洪金明先生讲，伊的面的分量定着，肉色爱保持一定的温度，碗爱用烧水拖过，甚至每一个人客的口味拢爱记条条，安尼互人客会甘心有亲切感，后来才会变做主顾。佮根据洪先生的观察，日本客食煞付钱的时，拢会甲因说多谢，学了因的面好食。颠倒一寡人客，敢若会晓要求加一寡汤，讲安尼较有雅，对面的原汁原味煞袂当体会，实在是拍算人面。洪先生建议，食伊的幼秀面的时，大先爱用箸将肉色拉互伊焦匀，搁来伫碗顶竖开，片一碗面100年的香味。第3，就是啉一喙汤开鼻，即阵才会使动箸吞落喉。上尾也是上重要的，就是留一喙汤上尾才啉，啉了保你人轻松，喙内甘甜几若工。作者：屈文色。